你把有一个稳定的资金赞助，那当这个东西被抽掉之后，它开始中侨保护，我们开始要去想，就是今年要办的活动那些钱要怎么来这样子。你这样子，你现在你已经了解这个事了吗？第一个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空间按这一些材质的质感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脉络。我记得好像去年干嘛，我就说哇，我已经有1、2年没有写诗嘞。我是一直觉得他应该可能要休息一下，就是放下吧，去四处去看一看。这个涉及到现在，就是这个比较涉及到现实的问题了。
台湾在80年代开始有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对城市的现代化有越来越多的想象，这种想象就开始在铲除这个违建，把城市的污点要赶掉的这一个想象。那这一个想象呢，就拆到这个宝藏岩来。那时候呢，在邱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努力下，就终于的龙应台把这个后面有一个历史断面挡下来。那挡下来意思就是这里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从废墟想象的这种艺术村啊，但是在废墟想象的艺术村之前，事实上它有一个违建的记忆，那也就是社会的底层的记忆。那这件事情事实上它越来越不被这个记忆或不被讨论，不被面对，这个是一件很值得再重新思考的问题。宝藏岩它会变成一个艺术村，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说，从03年一直规划团队啊、运动团体啊、艺术家在那边抗争，然后到大概04、05年才决定说变成艺术村，其实是当时的规划团队吧，跟就是 OURS 他们觉得是一种可以让宝藏岩保留下来的一种运动的策略。系啊，警察阿伯拢来啊，这正义拢来啊。那确实在这个策略底下，宝藏岩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牺牲嘛，就有些人可能拿了钱就离开了，然后居民变少了，然后宝藏岩必须因为要变成艺术村，它有一些空间的重新的规划、路重修这样子。那时候的有一篇报道，大概就是揶揄一下宝藏岩现在变艺术村的状况这样子。那然后那个报道刚好他是在宝藏岩开幕的时候去采访的嘛，所以他有拍了一些开幕活动的照片。那个时候中侨他就负责开幕的活动、踩街的活动，所以那个报纸就有一张拍到中侨的照片，这样。那中侨就，他就心里觉得很难受吧，就说，他好像被批评说我是这个变成艺术村、宝藏岩变艺术村的其中一个推手或者是协助者或者是共犯这样子。我是想要这里变得更好。我跟你说过，村子变什么样子，你不要假装不知道，好不好？然后我们就都忘记，我们应该对这个地方愤怒的。我觉得有外人也不是一件坏事啊，他们没有干扰这里的生活。我觉得有这些改变，也许也不是不好的，说不定可以让我们的村子变成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我就不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脑子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违背我们的传统，你违背我们的传统。对，因为它有点，它是非音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没讨论一下。好，终于。不好意思，就是我的疑问其实还是只有那个刚开始。
前陈映真在批评这个消费世界的时候，他是比较站在比较是老马的这个左派的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在看。但是现在我们面对，比如说文创啊，譬如说文化能够生产一些所谓的产值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境和过去已经不一样。那我假设为了另外一种理想主义，然后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社会的现实，然后我被这个社会打倒了、击倒了、击垮了，那你也会觉得你很不安了。那所谓的击垮，就是某一个击垮就是酗酒啊。这个画叫做《长夜》啊，是那个药庄大哥他在1962年画的，在当时他已经和陈映真他们私下组那个左翼的读书会，意思就是他已经走入了革命道路。但是呢，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要走入革命道路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禁忌，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反共的时代，所以左翼的这种思想是没有办法被抒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从他一方面在展开这个左翼革命行动，但是当他反映到他的绘画上面的时候，是一个好像人在一个地下室里面，他的苦闷，他如何把他的理想实践出来那种苦闷。我想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感觉到像吴耀宗这样子的一个左翼的一个艺术家、画家，他所代表的是一种，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如我的标题所说的，就是说，革命者的铁屋啊，这件铁屋这件事情呢，是我阅读鲁迅得来的一个心得啊。假设我们现在都闷在一个铁的屋子里，然后呢，忽然间起火了，那这时呢，你是要去摇醒对方，让他在醒过来的过程当中，然后知道说自己也要死亡，还是就让他死亡去比较好？我想像吴耀宗或是陈映真，他们基本上
他们在60年代的时候，事实上是闷在台湾社会里面，对于左翼扑杀、反共的这一个整个的环境底下的一个铁屋。那这个铁屋，在这个铁屋底下，他们能不能冲出这个铁屋呢？事实上，到了后来，陈映真做了某一种选择，这个某一种选择大概反映在他在坐牢出来以后，1980年代，他的第3世界文学论述，他对跨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要再创造一些左翼运动往下走下去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吴耀宗而言，他在1980年代，当他坐牢出来以后，他发现这个现实的社会，并不比起他以前去坐牢的时候，还更为让他带来的更大的希望，所以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幻灭的道路，然后他喝酒，然后最后结束他的生命。我觉得钟桥他是一个，就是现实感很强的人，就是说现实感跟理想性都很强的人。对，那个现实感，我指的比较像是柴米油盐这种事情，就是说你要写案子，因为要生活，所以写案子就是为了柴米油盐这些事情这样。那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也会很强，就是说他身上一直有那种可能在80年代留在他身上的那些印记吧，他都会感念那个时候受谁的感召或受谁的影响这样子。那这两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两个很强的东西。当然是这两个很强的东西一直在他心里这样子撞击嘛。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自己感到矛盾或困惑的地方，这样。来一起吧，亲爱的同事，你们手上这有一张歌谱。安息吧，亲爱的朋友，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我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生命里面都有最脆弱的部分。我深深的体会到，从耀宗的谢世，我从中的体会到一个革命者跟一个酒徒，一个圣人跟魔鬼，一个向上的人跟一个不愿意起来沉沦的人，其实都是一个人。但愿就像蒋勋写在这里的一个挽联，但愿他把所有他的颓废、沉沦，在我们心中深深的颓废跟沉沦都带走，把他那个最光明的、向上的、喜悦的部分留给我们，让他所留下来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让我们帮他活下去，他没有活完的路程。
就是57岁的人了，我已经快靠近60岁的人，那我也不认为我是那么有什么才华的人。那人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说，好，其实人最终，活得有意义的是什么？这样子。安息吧，亲爱的朋友，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们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哎，陈哥，好，来。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对，30年。30年老友。有陈映真，对，有钟桥，还有另外一个王墨林。另外我正要你的东西呢，我赶紧要看了，因为我写那个台湾戏剧史那部分。有一个很长的章节嘛，台湾的左派经验跟大陆左派经验完全不一样，完全两回事。中国大陆的左派经验完全是它变成执政者，它完全是意识形态化，是吧？而且它已经是变成一个政权的东西。台湾的左派它始终没有进入政权的领域。他始终是在关注最基层的民众的事情，关注弱势群体，他寻求的社会的公正。他目前存在的重要性在于，台湾整个文化艺术已经走向了消费时代，已经变成社会中一种消费文化的部分，商业文化部分。仍然坚持在文化战线上，他写诗也好，以前写报告文学也好，现在搞剧场也好，再去讨论民生的问题，讨论人怎么生存，有怎么可能，人的自尊、文化的独立，从站在台湾本位，真正站在台湾本位上来思索这个问题。严肃的思索者已经越来越少。
你的无手气了，该他了，该他了，太多了。能不能？别追了。对他跑不动，别踢他，踢到你这里。我啊，今天啊，就从台湾带了一些小糖果来，分享分享好不好？什么糖？好东西不嫌多，拿到糖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交给关老师啊。好，就先放我这。可以啊。不姓关吗？因为关。不姓关嘛。他们都是叫英语老师或音乐老师。哦，英语啊，那是英语老师，音乐老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冬天呢要等待春天的到来，是不是？是。赞成的小朋友呢，要拍你的这个空气中的3只蚊子，好不好？拍15只蚊子，15只蚊子。学校今年前应该500多个学生嘛，然后这学期又到630几个，就是学生越来越多，因为附近像东巴附近有些小学都已经拆了。要是这里一拆吧，就真的不知道哪里去了。不知道去哪里上学。我不知道哪里上学，不知道待不待得下去。真是。对啊，它其实就一个村庄，它要拆之前，它一定是先拆小学，小学拆了，它里面人没有办法上学了嘛，就是这个村庄也差不多要拆了，一定第一个是先拆小学。我们这样子说好了，我们现在2选1，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倒过来嘛，哦，让我们来透过这个游戏来相互练习。好，走。气死我了！没人来气我！你对他说什么？我们是平等的。小哥，我们家很乱很乱，去了不要笑哈。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已经到了。金峰，你再买一个。我们住在25哈，这门开的这个。好。屋里很乱，别笑话哈。太乱太乱了。这么客气。好。我看他们过来，他也不理我。哎呦。那你2001年的时候，你就决定到北京来打工了。那时候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那时候你怎么样和你老公商量啊？是你先来还是他先来？是我老公先来。后来我就跟我公公商量，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我一个人在这屋里种庄稼啊，老老小小的哈。是。我说挺不容易的，我说那天旱的时候，那个田里边干的那么宽的开的那个口子。那个水稻全部干死了，哎呀，我就想着都没法活那种滋味儿。后来我就跟我公公说，我说这样吧，
我说你儿子在北京，我去看看。如果找得到合适的工作，我就在北京工作，每月给你们寄钱。那你现在租这一间要多少钱？400一个月。400啊？那你的卫生间和我们都在一层。炒菜的呢？就是做卫生间在一层，炒菜都在楼道里，现在冬天不都在屋里吗？就在你晚上你就在这边炒啊？做饭是电饭锅做。哦。卫生间是公共的。对，在一层。内心比较激动、比较感动的事，就会讲，将来去做个访谈的事。你去到节目开始，你就会提讲伊一条具体的家庭生活的物件。这是懂重要的事情，特别对工人家庭来说的话。不能脏了啊！这还没有到成品啊。这还没上漆呢。这还没上漆。这只不过是刚做好。程序还蛮复杂的。然后那边是喷漆的，对，那边喷漆的。厂里通知今天晚上加班。还是老样子，加班不该加班费我不干，不加班。太累了，我也不加班。不加班行吗？如果不给加班费，我们就不干。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别闹那么僵嘛，给大家口香糖吃吃。OK， 好。这里是城市或乡村，都是，好像也都不是。这里是边缘，是城市的边缘，更是乡村的边缘。因为这是被城市的欲望遗弃，但是又吞噬的地方。是第三世界吧？无声地承担着发达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平等的代价的区域，是吗？但是通常是国界在区分着发达与不发达的界限。如今，我们眼见的却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世界。就在下午的时候，这开心果就送我们出来搭车。她的美丽的侧颜好像有些依依不舍。在道别的时候，我心里头想着，到底还有多少和她和她的家人一样，在这都市的边缘的底层寻找出口的人呢？乔哥，下午好！你们在台湾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北京现在是下午5点半。开心果希望乔哥天天开心。传了一个简讯。
那不知不觉呢，我跟钟晓在我20几岁的时候不小心认识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有一些臭气相投的地方，例如说我喜欢喝酒，因此我们就维系了蛮长的一段友谊。对我来说，跟钟晓喝酒的意义是，仿佛我从我身处的现实，台湾当前的现实，得以进入另外一个次元。在那另外一个次元呢，两个人在那喝酒，那我就再一次的受到所谓左翼思想，或者用左翼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种种台湾的问题或者全球的问题。这个书我花了很多的那个功夫啊。对啊，因为我就把很多的我的东西，然后先整合给他们这样。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之于市场，但我们现在可以有2种态度啦，一种就是我根本就不和你这种市场玩，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态度。我现在的心情和态度是，我想要介入了，简单说是这样。是。然后我在搞小剧场也一样，虽然是很少观众，但是我也想介入。我现在不太想一直是那一种，就是置外于这个主流的市场。虽然我进入不了，但是你想进入？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重要。你想扣门？我觉得这个是重要。这一本书呢，它大概很多的章节啊，是剧场、文学，还有我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们称之为靠左走，我们称之为从未抵达，也从未放弃。柴氏剧团所展开的民众戏剧，是一种从底层出发，从这个世界的这个边缘，又或者第三世界这样子的弱势的边陲的国家出发的人民，他们怎么样透过文化、透过写作、透过戏剧，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来传达他们的想法。诗人可能在这个状态下，然后就是子琳哈，你可能因为你昨天那样子全部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你的脸。那这军帽应该是跟历史有关吧 ？OK， 好，那你这个历史有关，就会连接到你更想找到真正和你的历史。对啊。我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吧？现在是什么时代？无差别。现在是他妈的无差别的时代，没有更轻，没有更重，所有事物以更贬值的方式存在着。我逐渐腐烂。我们今年的戏里面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要完成的一个状态，应该是黑暗中的抵抗了。
在这个戏里面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分别带着不同世代的乌托邦。那他们死亡了，他们去到一个好像是废墟的酒馆的地下室，被称之为天堂或新天堂的地方。那他们努力寻找出口，但是他们终究没有出口，但是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没有出口里面抵抗。回答我！难道历史只是一片喧嚣吗？好来喽，准备了吗？来了 ，1 2 1 2 3 go！ 很好。是我迷路了吗？是我迷路了吗？溪流呢？我只看见坑坑巴巴的泥泞路、芒草、花絮了。我只看见黑压压的柏油路，还有满天的沙石尘土。大家在吗？上面好热闹，可惜都和我们无关了。即使还活着，我们都是城市的游牧者，我们只能在城市的边陲打转。节庆不会有我们的故事，节庆需要的是欢乐，需要的是亮丽的包装。我们就只是一堆骨一堆肉，静默的沉埋地里，发出一股酸臭味，抵抗着，抵抗着。世界上的左翼的人呢，其实是在黑暗中抵抗。所谓世界被压迫的人，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埋藏在这个新天堂酒馆的这些人的身上。那绝望中的人，只有透过抵抗呢，他才能够看到未来。但是他的抵抗，会是黑暗里的。越走越危险。哎呦，走了，走啊！杨哥，阿唐，好吧，行吗？好，感谢，谢谢。咱小，因为咱即摆真侪练习甲咱咧讲话有关系啦哎呦，啊诶哎哦呜，哎诶啊哦呜。迄是阮阿嬷过往时，家族仔内有300外人，现在因为600来啊，
第一只煞无法度生存，所有真侪人选择出外，只剩一寡老岁啊。不过咱这个庄头啦吼，是互6天设想了后啦吼，咱啊土地啦吼，甲人啦吼，甲空气是受到拢污染啊，哦但是多少人会知影？有偌侪人会知影？这厝就算个该荒废啊。这荒废了，透落去都拢无人咧住。170几个，厝无甲20-30年了。什么意思？差20-30年了。你10年来吼？都敢若我来4-5个较多，啊甲空管咧来3-4个。对。啊无都无办这拢也需要了。那实当是个需要了了。哦，是啊，真正无法度的，我啊咧。这个了我，这东西。啊，自热天来影响到吼，污染生活整袂起来，自然无啥人咧整理。透早起来，我就爱抹饲料去饲鸭。这个怎么包？这个都是运动啦，会喘啦，这个都是运动啦。安尼尔，爱信哦，你重点是啥物啊？讲啊，爱信，你重点是爱信。你上几啊摆啊？你拢只错啦，不要错嘛，真计小摆。这个村庄的人口。住在那里的人口比台塑的389只烟囱还少，你们相信吗？他们的乡亲已经越来越不敢住在这一个村庄里面，还有人住在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在忍受着像刚刚钟胜雄所说的，他们只能够忍受着死亡，忍受着这一个生命和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村庄。没有未来这样的苦痛。我不过是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并吞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惶惶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